中山城区要買房的朋友要留意一下這期視頻啦，什麼樓盤可以稱得上是保值呢？李嘉誠說嘅地段只不過係講佢咧本身嘅價值㗎咋。產品嘅稀缺程度啊，或者先係佢可以保值嘅重要部分啊。例如呢個樓盤啦，英園喜匯苑項目就唔大啦，32畝，3個標準足球場嘅面積都唔到，合計就得128戶啊，就3棟樓，超長樓間距，自帶度假式泳池同埋立體空中花園啊。喺屋企就可以擁有度假式嘅體驗，高層可以睇紫馬嶺、睇五桂山、睇東區城市景觀，低層可以望翻自己嘅花園同泳池，而且仲有個毫無遮擋，層高去到3米。在售面積就得3個，1號樓316方，2梯1戶4房3廳5衛；2號樓203方同埋205方3房3廳3衛。1號樓、2號樓都係29層，而3號樓方面咧173方3房3廳3衛。咁當然以上係產權面積啊，其他未計。單按照戶型去講，1號樓嘅316方啦，2號樓嘅203方同埋205方啦，佢就得26套，而3號樓嘅173方啦。咁佢就左右兩邊加起身都係24套，南向採光面就已經去到23米，單講餐客廳空間就已經去到100方，客廳開間超17米，主陽台都有10米，合計係會有40個方，主臥有50個方，開間去到5米。陽台方面咧，開發商精心打造，有幾個花池位設計，真係打造翻私人空中園林咯。而203方餐客廳就超過90方，開間都超8米，205方餐客廳直接就做到110方，開間超9米。嗱，兩個主人房咧，其實都係去到38個方，開間都有6米㗎。咁啊，都係有3個陽台嘅設計。而203方嘅戶型咧，主陽台係去到32個方，長度去到12米。205方 L 型陽台都有30個方㗎。173方簡單少少，餐客廳開間咧就接近10米，而且可以改6房。改完之後，餐客廳依然係有60個方。雙陽台設計，南向採光面都有17米㗎。而主人房開間咧就去到4米，30個方。可以諗下呢種稀缺程度係冇晒機會啦，俾以後嘅買家去壓你價嘅，除非你個價特別貴。呢啲都係市場上面其他4代宅咧俾唔到你嘅。其實如果真係有留意開4代宅嘅朋友，都應該清楚一件事：中山嘅4代宅越嚟越多，佢哋嘅同質化產品越嚟越嚴重。喺不久嘅將來，你真係放去二手市場，你冇優惠，我買其他就係咁簡單。原本以為就係得嗰幾塊地，結果今年仲繼續推出嚟，未來幾年舊規或者佢唔值錢啊，4代宅同樣都會出現價格戰，呢個就係市場規律。而起戶嘅車位比例都去到1比2.61，你買得幾百萬嘅嘢，保底2台車啦啩？2.61可唔可以滿足到先？完全可以啊！你話俾我知，而家在售嘅新房入邊，邊個樓盤攞去到1比2嘅先？先唔講佢超1比2啦，而且而家講緊嘅房住不炒，買翻嚟都係用嚟住嘅，哪有那麼多車位租啊？4代宅要嘅佢都有，9年優質書包，水雲軒小學、松苑中學，但4代宅冇嘅嘢佢都有，互不打擾嘅大陽台，頭先數據我已經介紹過噶啦，仲有嘅就係新加坡頂豪血統，直接就係做翻垂直園林啊！呢個都係頭先提過嘅，佢每個陽台都做咗花槽，有沉箱可以排水，唔似得某啲樓盤佢做個花槽係為咗偷面積。當然花槽確實係唔計房產證面積入邊嘅，你都話佢偷嘅。不過老細同我哋介紹呢個樓盤嘅時候，佢強調過一點，佢哋係唔俾封陽台，佢係重金打造嘅曲面流線外立面不規則超長陽台設計，唔係為咗偷面積，只係為咗什麼檔次跟我用一樣嘅陽台。而且只要你唔封陽台，你可以想象下你個使用場景，室內同埋室外，佢做一個陽台做阻隔，私密性相對會更加高。而且陽台露台全翻屋規避翻上下左右鄰居對視，打破常規陽台隱私嘅短板，實現沉浸式嘅思想居住，私密性先係頂豪客群嘅核心頂配啊！喜戶佢究竟擁有咩地理優勢？或者你可以講佢唔係一個新規劃板塊，冇未來，但唔好意思，喜戶坐落喺宣文路同埋宣文東路嘅交匯處，往東接駁翻長江路，近嘅天逸匯、富日城商圈，遠嘅你去珠海、去廣州、去深圳都可以無縫連接翻博愛路上高速，往西直接去主城區萬象匯界廣場商圈，地鐵18號線嘅興中站，喜灣道接駁翻中山4路，有去到紫馬奔騰盛景上風利和廣場。既然我哋講到老城區，不妨同大家再講多一個知識點：城市更新全年2570億財政資金托底。住建部披露，2026年中央預算內
970億，再加特別國債1600億，借錢都要搞掂佢，合計2570億元，用於全國城市更新、覆蓋城中村改造、老舊小區翻新、地下管網升級，惠及800萬戶居民啊！而資金採用嘅財政加專項債，再加政策性貸款組合模式，因為城市發展邏輯變晒，而家向外擴張明顯已經開始收縮，呢個理由夠唔夠充分？有需要了解英聯起匯，有需要了解中山樓市資訊嘅，記得關注我。嗱，關注我啦！